来看国道1号上北台中大雅路段，昨暝10点外有一台拖拉机失去控制启动护栏，驾驶掉伫咧车内底。若副驾驶是规个人飞出去，不幸死亡。车祸详细原因，警方正咧调查。 大货车车头甲后车斗规个落去，拢变形。防弄到的高速公路隔音壁甲护栏，一大片也拢破去落来。离暗时10点外，这台大货车经过国道1号上北176公里，台中大雅路段时，不明原因失去控制，并且直接启动到外边的护栏。最后大货车正面的车身也有车链卡伫护栏顶面，才停落来。行驶于中线车道，不明原因失控自撞外侧护栏及隔音墙而肇事。 事故造成无男受伤，送医救治中，令车上乘客沾染82年次，抛飞于外侧边坡，已明显死亡。消防队接报了，赶到现场来救援，先利用破坏器材，甲掉伫车内这4、5个司机甲救出来送病院，救因性命正常稳定。也来警消伫现场伫找相关的事迹时，伊佫伫边仔边坡发现放射出车外4点的乘客，不过现场已经明显死亡，救因是无法度确定是毋是因为疲劳赛车才造成车祸。若精神不济、打瞌睡或分心，容易自身未注意车前状况而肇事。 若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，将受吊扣或吊销驾照之处分。警方讲，这车祸造成后壁的车踏超过1公里，因为4点的乘客摔出车外，是因为弄一个伤大力，也是无甲安全带，也搁在调查。因为这场车祸造成事故原因，警方也伫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